讓我們學習如何調整物體大小並移動它們。當我們選擇一個對象時，上面會出現大小和門類型菜單。我們可以拖曳和調整物體大小，菜單上的尺寸會實時更新，顯示正確的尺寸。我們也可以用鍵盤輸入尺寸。移動設備上會出現屏幕鍵盤。用鍵盤調整大小時，物體會在右側或底部調整大小。移動物體可以通過點擊並拖動，或者觸摸並拖曳來實現。當網格激活時，你還可以用鍵盤箭頭移動物體。複製一個物體的一種方法是用鼠標拖曳並按 Alt 鍵。我們現在可以用門類型按鈕來更改櫥櫃的門類型，把另一個櫥櫃換成玻璃門。我們可以選擇多個櫥櫃，並將門類型更改為所有選擇。選中多個物體時，你可以移動並拉伸它們。如果文本對象是選擇的一部分，則無法實現，因為文本對象只能調整大小，不能拉伸。